全部計算完成，軟件自動切換到設計結果界面。程序提供兩種方式輸出計算結果，一是各種計算結果圖形，二是各種文本文件。首先介紹結果圖形查看，點擊配根簡圖，軟件將顯示各層的長、柱、梁、支撐等的配根結果。參考係一幫助文件，可理解軟件配根的表示方法。如果有超根或超過規範要求的情況，圖中相應數字變為紅色。點擊右側的構件信息，選擇想要分析的構件，軟件會彈出指定構件詳細的計算信息，並標出構件不滿足規範的內容。此外，可以點擊計算書，選擇構件或構件詳細，點擊想要查看的構件，可以查看更加完整的構件計算信息。點擊三維內力，可以查看結構單工況和合在組合下的構件內力圖。點擊三維位移，選擇全樓模型，可查看結構單工況和合在組合下的變形形態，並以動畫方式呈現。通過變形動畫，可檢查結構變形是否正常，是否存在結構缺陷等問題。點擊樓層結果，雙擊可查看風外力、風剪力、風傾覆彎曲、風位移、風位移角等整體結構指標。在任何計算結果圖形界面下，點擊底部的保存當前圖形按鈕，都可將當前圖形保存為 DWG 格式或 DSF 格式。此外，軟件還支持點擊批量輸出圖形結果，選擇輸出的內容，選擇輸出的層號，可以批量輸出結構的計算結果。軟件同時也支持通過文本查看模型的各項計算結果。點取文本結果菜單，彈出計算結果的文本列表框，雙擊框中的對應文件，即可打開該文件查看結構的各項指標。點擊文本 New， 軟件可一鍵生成 Word 版詳細計算結果。至此，模型的設計結果查看介紹完畢。